2026年最唔能夠買嘅港股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訂閱，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年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得到咧，裝 Patreon 咧就可以啊。咁2026年最唔能夠買嘅港股係邊一隻股咧？咁最近研究中發現啦，竟然係美團3690。因為美團嘅創辦人王興嘅八字咧，喺2026年嘅丙午年啦，將會係破好大嘅財啊！咁睇翻王興嘅八字啦，丙火日主生喺壬木月份啦，壬木本身可以生旺丙火嘅，再加上丙寅嘅流月啦，相當係生旺嘅，咁不宜咧再見火㗎啦。咁雖然時間唔清楚啦，但係滿盤食傷咧，咁最好都喜財嘅，咁亦都即係喜金啦。咁喺2016年嘅胡潤 IT 富豪榜之中咧，王興係首次上榜嘅，就以105億元咧排35名嘅。咁嗰年咧係丙申年嚟嘅。咁2020年同埋至到2021年嘅庚子年同埋辛丑年咧，股價咧最高峰係達到400蚊以上嘅。咁2023年踏入呢個嘅辛酉大運啦，咁本身咧係揾到錢嘅大運嚟㗎。咁但係正如之前所講咧，王興嘅命盤咧係不宜再見火嘅。咁但係所以咧就喺2025年嘅乙巳年啦。雖然港股係牛市年啦，但係咧所以咧美團3690咧股價都一直下滑嘅。咁喺2026年嘅丙午年啦，火勢相信係仲更加旺盛，即係勁過2025。咁所以咧，美團喺2026年咧係絕對唔能夠掂嘅港股嚟嘅。